到南平吼，毋知佫转袂啊，毋知佫驶对巴士海峡去无？啊，总是听气象报告讲，已经有1471日风台毋捌登陆啊，1400几日。啊，惊到有个人吼，拢无经历过风台即款提防的即个天数啦吼。啊，所以请咱游园啊，第一，特别是大家早起礼拜煞，等于到厝，大家好好啊来防备吼。因为若照即个路线，可能会对咱台南高雄遮来出海。愿主保守啦吼，啊，咱台湾人吼，咱若有年纪的拢知影，经历即个风台是已经一个每年热天的一个固定的习惯，咱拢已经有备办心，总是求主怜悯，哦，即个风台安尼带来雨水，总是无带来伤害吼。咱要分享主的话，大先来做祈祷。主啊，主上帝感谢你，是阮祝福，互阮早起无受风台影响，阮有人正常伫这个所在组织来敬拜。主啊，愿你保守，互阮大家人，无论是伫现场，还是伫线顶，阮同一为心的聚会敬拜。你的话也怎做阮的快乐甲帮助。虽然时势变化，天气变化，阮人的即个境遇也有变化，总是只有你的话是久犹久，是永信。你的话永远无变。互阮牵调即个，阮就会通面对任何的征战甲所有的攻击。愿你圣神同在，开启阮的心，愿明白你话中的教示。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即位本来今仔日吼，咱拄好9月初3啦吼，9月初3，咱主日甲咱的青少年吼，拢已经开始恢复去学校啊。本来今日主日嘛要举办即个升级的礼拜、升级的聚会，咱若逐摆若要升小学3年吼，咱会送因一本圣经安尼。咱的青少年吼，题目台昨昏已经举办了啊，就是升级礼拜吼，是讲开学啦，开学的日。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特别今仔日也要举行咱的即个台岛团队的同工的车派式咱阁有新的小组长要就任。我用这个主题，永续的信仰传承，甲咱做伙思考永续就是永续无长的安尼。咱读过士书记2章10到15节，伊咧讲起着一段故事，咱小等下咱来复习。第2段是咱看见咱通过以赛亚所予咱的一款的应允啦吼，讲你的囝儿会受上主的教导，子孙就平安佮繁荣。咱要来对这个士书记的经节来进入这个检讨甲反省。以色列人因有信仰的第3代，以色列人。咱今仔日是对第10节开始读，若是要完整，应该会使对第6节啦吼，搁来补充头前迄段，到底是安怎？以色列人会有即款的演变就对吼。但士书记2章6节到9节有记载，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吼入去埃及，入去迦南地初期的状况，因咱知影，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入去迦南地已经年老就开始无用伫遐分配12支派，什么人、什么土地，圣经拢记载真清楚。约书亚记后壁，那士书记就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头前迄2章嘛是咧记载讲，线接约书亚伊的后续的记述就对啦吼。第一，伊甲遮百姓该分散去因为战争已经煞吼，迦南地已经入来所以讲大家各自去到家己所分配的土地开始耕作，开始来生活就对啦吼。我想着讲事实咱明年台南要纪念开市400年，就是对这个荷兰人入来台湾开始荷兰人都知影，伊来台湾才38天，就互地成功带军队来对
对鹿耳门登陆，啊，就甲荷兰人赶走啊嘛，吼。啊，咱知影讲郑成功入来台南无几冬就过身去啊，啊是互伊的囝郑经啊来带遮个对厦门带来遮个伊的军队伫即个所在。后来因知影讲吼，要反清复明已经无机会啊，吼无气力啊，吼。啊，所以因就亲像约书亚安尼啦，甲遮个军队吼拢分散。啊，咱台南用台南做中心，高雄嘛有啊，咱嘉义遮地区即个嘉南平原，就分散土地，互因去耕作。迄有点仔亲像当时约书亚安尼，大家因为无战争啊嘛，啊你嘛爱生存啊，爱食饭啊，爱种作啊，吼。啊，所以咱知影讲，台南有真侪地名拢甲当时遮个军队啊去驻扎徛起有关系，亲像新营、下营、柳营、什物营，迄拢是当时的军队的名称嘛。啊，咱知高雄吼，也有左营，啊，搁有右昌，吼，迄拢是当时郑成功的时代吼。啊，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军师叫做陈英华。吼，迄阵就引进迄个朴盐嘛，吼朴盐，吼咱台南地区七股逐位吼，迄个朴盐足出名，高雄嘛几若位安尼，啊因为无个战争啊，一定都爱生存，啊毋过嘛造成安怎呢？造成迄个时阵，规个台南平原啊，咱真侪人的祖先都是西拉雅族啦，西拉雅族。都突然间一大队军队来啊！啊，因要种作啊！啊，咱遮个祖先要安怎？不得已就搬去山区啊啦！吼，好土地拢互占了去啊，搬去山区去。迄阵迄个船啊吼，会当驶到盐行呢？盐行啊，迄溪流会当驶到盐行啊！啊，咱认得即个所在有一个湖，一个陂呢？吼啊，伫迄个关庙遐嘛拢是。意思讲沧海桑田，啊，卖看去讲，逐位所在拢伫遐咧耕作啊，啊，即个时阵对约书亚甲伊的百姓，就是家起即款状况啦。但是有时吼，成功也是讲安稳，嘛变做一个新的条件。吼，成功甲安稳，有时是一个新的失败的开始。咱拢知影历史拢定安尼讲。约书亚伊过身啊。以色列人因欠缺一个强国有力的领导者，所以就咱看见讲圣经讲进入到士师的时期，士师就是无一个固定的领导者，是上帝兴起啊，某一个领导者啊，定来换定来叮当吼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并圣经伫即个士师记第1章吼记载讲，伊并无完全照上帝意思啦。甲遐外族外邦会搅扰的，甲伊清恶清气，吼，甲伊赶互清气，安怎呢？迦南地原来的子民还佫留伫遐，所以1章28节讲，以色列人强盛了后，因强迫迦南人服苦役啦，但是无甲因完全赶走。这是士师记1章28节所记载。安尼什么意思呢？迄拢定定有矛盾。咱若是照今仔日的即个文化吼，啊，甲即个种族领土嘛是真侪的无共款的观念啦。但是伫早期迄个时代，因就是感觉讲，即个地是阮应允的，所以遮个外族拢来离开吼。无像咱现在讲多元文化，啊，咱迎接新住民吼，迄观念拢无共款。总是若照圣经所讲，因为遮个留伫遐的人。文化影响因，习俗会影响因，宗教嘛影响遮以色列百姓。啊，遮以色列百姓是安那？安尼因啊，佫要留因啊？加一个人加食一嘴饭，敢毋是？因为因贪着遮个廉价劳工。吼啊，所以当人有贪念，啊，你想啊，即阵人着阮拍败吼，啊，着做阮的奴隶啊、苦劳啊，啊要做事，啊要搬物件，拢爱人认得呢。后来即阵甲留落来，啊留落来就造成士师记开始所记载，在历史上以色列百姓因一摆搁一摆离开上帝。
这个故事的前因是安尼，咱若过来读60到90，伊安尼记载吼，讲约瑟亚过身啦吼，约书亚讲这个我也无删掉，讲约书亚解散以色列人，吼，因就倒去家己本着的家业，占领遐个土地，就分散嘛吼，无阁有军队的组织啊，就对。约书亚活地时，人民服侍上主。哇，这个领导者吼，真有威严呐吼！伊安尼，咱就照安尼做啊，都爱服侍上帝啊。但是安怎呢？哇，无拍算啊，无3日的好光景啦。伊死了后，遐个亲目看到上主为以色列人所做伟大的事的，长老也活地是讲，因还阁敬拜上帝，就是当时这大佬也伫咧换盘的时阵，乖乖啊服侍上主。但是80记载讲，上主的仆人论的囝约书亚死，享年110岁。以色列人甲伊安葬伫以法莲的山区加实山北边的丁拿西列，伊本着的土地安尼，就是约书亚去葬伫伊家己照分配的土地，伫迄个以法莲的山区。好，咱拢知影约书亚这本册最后一句真出名的话，就是约书亚甲这百姓约法3章，吼。伊唔敢真要求啊，表示讲伊嘛知影讲这百姓吼，过来唔知拄着什么情节，伊唔知，伊是用家己做模范。伊安怎讲？讲轮到我甲我的家，我决定要服侍耶和华。伊唔敢讲恁大家要，表示讲伊知影这个人吼，伫出埃及歹记录足多啊，歹记录真多对无吼？莫怪互摩西气甲，互摩西也袂当入迦南地，敢毋是？迄代的人，因为违背上帝，无照上帝的教示，拢死伫旷野。所以约书亚伫伊临终的时阵，上大一个心愿就是讲，轮到我甲我的家，我决定要服侍耶和华。但即句话无完全实现啦。以色列人死后的以色列人就是伫约书亚死后，这个信仰状态是安尼，就是咱对第6节到15节所记载。第一，约书亚在世的时阵，咱都有讲了到伊死后，遐经历基督的长老伫地面上的时阵，以色列人悠然侍奉上主，意思是表面上的遵从了啦。到这时代伫遮，咱哪会敢后壁来搞怪？唔通误解安尼尔，就是一种表面上的顺从，但是当然咱知内部就是拄则咱讲的，受到利益的引诱，受到异邦文化影响，当然佫是宗教的影响，特别是甲因同婚，即异邦的同婚。所以第2项就讲，以色列的下一代唔知上主为以色列人百姓所做一切事，后来就得罪上主，开始拜巴力。这是咱第10节到15节这段经文所记载。我唔知上主，安尼什么事？都无用做事，无用趁钱啊！哎呀，迄上帝的代志，千万只讲的啊！出埃及，伫埃及的所在的苦难，无用通讲啦，有用则讲。都无用事业，无用拍拼，无用开垦，无用耕作嘛。所以讲唔知上主为因一切所做的事。以色列人真够讲故事呢，竟然伫迄个分派土地、分派产业，逐个人有地有土有家己做主人的时阵，煞袂记咧上帝啊！伫埃及做奴隶，苦甲无一块好的因都阁会乖乖咧，无想讲已经安稳落来，煞唔知影上主为着因所做的，所以安怎得罪上主？记载讲开始拜巴力，咱知影巴力就是迦南地遐个神呐，遐个生产的神吼，佫女神叫做阿斯塔略安尼。圣经记载讲，因离开上主去拜别的神，因为安尼上主以色列发烈怒，这是中文的。中文的这个经节
上帝安怎发烈怒？就是讲上帝安怎生气？生气毋是小小生气哦，迄是转伊转到迄种生气就对啦。气着啊，安尼上帝气着，烈怒就是讲气甲毋知人诶。啊，上帝安怎生气？第一，甲以色列人交四周围诶对敌，互因袂当阁抵抗敌人，互因袂当阁抵抗敌人。哇，安尼实在是真凄惨咧！咱的即个大纲内底减一字啦安尼意思都毋对去啊，互因袂当阁再抵抗敌人安尼。上帝互对敌较赢就对啦。所以上帝咧教示人迄毋但是教示你是互对敌比你较勇。第二，以色列人每一届出战，上主拢对着因哇。原来是敬畏上帝一群人上帝对付伊啦，这是实在是真可怕呢。当你若违背上帝，上帝要对付你你较拍拼无效啦。你想讲我实力都有啊，较早要入迦南地势如破竹安尼，攻打爱城，攻打耶利哥下叫哇，即声上帝甲因对敌啦，讲安怎因遭受到极大的苦难。史书记就是安尼来，即群人哇，原来是安尼足风光啊！啊，行路有风啊，即届煞哇，较早拍输的对敌，过来赢咱啊！因为上帝甲因对敌，迄实在是真可怕。你有想到讲，有一天竟然上帝要对敌我，啊，你还阁毋知啦，毋知惨就对啦这是以色列百姓。所以咱若是安尼甲分析起来，咱迄个以色列人有三大信仰。但是一代毋是讲我的囝我的孙啦，大概是用迄个年过的意思第一代百姓是啥物？受埃及人的侮辱，欺负凌辱，摩西就带因出来去嘛。因啥啦？伫旷野操练信仰，安尼倒来阁爬起来，倒来阁爬起来安尼。但是因知影讲因到尾幸福嘛，上帝伫迦南地甲因凝住，伫迄个。旷野甲因凝住因的信心信仰，但是因已经得罪主。上帝讲，恁一个人拢袂当入，无一个人会当入去。我看下即个约书亚。好，安尼不得已，因就将5万甲以上传互下一代，这是第一代百姓的经历啦第二代百姓是啥物？伫旷野出世的，上囡仔时代对父母出来，因对父母做伙经历遐个艰苦。食玛纳，食烟吞，无有水，住布棚，看云条火条过日的。但是因持守着这款的信心，这群人对约书亚征战进入迦南地，而且最后是成功上帝应允因入去迦南地有得到产业安尼毋是拍拼了有事业对毋对？已经有因家己属于家己的一个份业嘛。若照圣经的记载，第三代辈是啥物？因伫安逸幸福的时阵毋捌经过上帝新约基师因为都靠家己有法的伫迄所在生活受到迦南异文化的影响，搁甲异族通婚。咱有这路财通找家，也免伤拍拼、伤努力，也免欠讲下一顿无通食，所以渐渐世俗化，拜偶像得罪上帝。这是照故事的这个一站一站所引起的。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士师记这个故事就是安那，以色列人三部曲啦，第一是安稳就开始放松，违背离开上帝，上帝就派对敌迦南人来甲拍，拍大家安尼走袂当走闪，赶紧来祈祷上帝赦免我怜悯就悔改悔改了，上帝讲来派这个士师来带，就过来甲这对敌征战，哇拍赢，就圣经讲，互因有一段和平的时期啦，安稳的时期。阮了毋着爱细字警醒对毋对？
久，用阁袂记啊，用阁烂去啊，用阁变大去啊，用阁又阁安尼，无要敬畏上帝啊！所以迄故事是一轮过一轮啦，一再重复，历史一直重复，史书记就是安尼嘛。当遐尼姊妹，咱对这个故事有啥物警醒？咱毋是讲干那讲这段故事，是咱要讲咱家己，咱的信仰传承会拄到即款的危机也未？咱是毋是有注意注意？看到以色列人因的警示、因的境界，也是以色列人因的命运，咱要安怎闪开这个信仰有长去迄种的危机啦？吼！所以，我需要甲咱三甲思考这个主题，是永续的信仰传承，是一个会当超越第三代的信仰。像是为咱台湾社会俗语拢真清楚，咱定讲一句话，什么啊？好嘢安怎？好嘢袂过三代，迄毋是咧讲咒诅哦，迄是差不多讲100个个案吼，大概70、80个拢安尼啦。是安怎会安尼？迄可是就命运是毋是？吼，也是一个咒语安尼讲甲人咒诅，毋是啦。迄实际是人性，人性所引起的。咱历史甲归纳，看这个好嘢后来演变，一个故事，一个做你就做起来，你就知影原来有即款代志发生。所以台湾人的家族的财富的轨迹，事实甲基督徒的信仰传承有点类似的所在，就亲像以色列百姓三代，就是人的罪、人性。甲咱人的软弱，毋是咱袂晓得啦，是伫迄个环境的中间慢慢所演变造成的。台湾人有即款的俗语，毋是无原因的吼。所以兄弟姊妹，咱较有老辈的兄弟，你会听过一句台湾基督徒的警语啦、警语吼。警语安怎写？讲一代清，二代明，三代无无明，四代你请我无用，五代安怎？插头红啊满厝经。这吼有的人是加念三代尔啦，这个较详细吼，讲变5代去啊吼。但是就是讲，伊咧讲起着基督徒有一款的演变的轨迹乱入，这个甲以色列百姓因即款三代的信仰有迄个类似的所在。要怎类似呢？咱对真多的兄弟姊妹家己的经历，也是亲人的经历，咱基督徒的经历，你就知影讲有即款的困难伫咧，有即款的困难伫咧。这困难的意思就是讲，当咱真顺遂行通的时阵，咱袂记得，互咱的下一代去经历到上帝，像以色列百姓讲，因无看到上帝所行的新约基事。咱做一个基督徒，上容易安尼有一款的习惯，就是讲，明明这信仰都真好，你哪无爱去教会啊？安尼，咱感觉理所当然，但是咱的子孙、咱的下一代无感觉。当你甲带来，伊对你来，但是当伊有一天伊的兴趣无共的时阵，伊无去感受到讲阮一大人带我来教会是要创啥？所以关键伫倒位？关键伫伊无去亲自经历到圣神的同在，无去经历到上帝行新约基事迄款的快乐，所以伊只不过甲这当做一个好耍的所在，一个唱歌闹热的所在。但是当伊的兴趣、伊的个性改变，伊无有任何，若讲迄个轨迹啦吼，也是讲任何的影响去影响到伊，因为伊感动无着。所以讲到这，咱嘛毋通讲，好像我影响无着，就感觉足建设，毋是啦。是咱来谦卑求上帝，讲上帝啊，到底什么款的方法，什么款的做法，才是会当，互即款信仰的永续传承吼，袂亲像以色列百姓安尼。
拄到即款的困扰。我伫高雄的顺德牧会吼，定来发生有即款类似的状况，就是讲有一天即个家庭的长辈80-90岁啊，过身啊，这囝儿孙就出面啊，因为从拢毋捌看过。教会就甲因安尼招魂甲服侍吼，互迄个丧礼拢足好势、足顺遂。这囝儿时阵咧感动着讲，哎哟，较早吼，阮士大人伫教会拢互恁照顾，阮改成信仰吼拢无照规矩、照认真啦，所以迄阵就照这地丧的这同工就甲伊鼓励讲，你著爱过来教会，你看恁士大人吼，伫教会上帝偌听伊的，你即马拢无看到，爱来啦。有诶会阁恢复起来，阁开始倒来聚会。无一段离开，拢无看到哦。就要丧礼啊，爱出面啊，爱教会帮忙啊。所以咱毋通有一种家己的一种安尼，感觉对家己的一种压力，讲好亲像我要甲我的子孙带来主面前，有时毋是用咱理所当然的办法，就亲像圣经所讲的。你爱互上帝来指导你的囝儿，所以咱今日课题是讲，毋是我厉害无厉害，我搞无搞啦，是我安怎带我的囝儿是随我的后代来互上帝来教，这是迄个关键。咱爱避免着讲我就感觉理所当然，你应该就安尼啦。这也是为何吼？咱有时伫教会界咧讲一项话，就是讲。有诶吼，迄牧师囝吼，无爱来教会，你敢知？牧师囝，迄叫做 PK 啦。啥会安尼？就是伊有可能伫教会中间看到伊诶老爸诶服侍，也是讲看到会友诶互动，伊感觉讲对即个团体无有吸引力，伊无去经历上帝，伊是经历了人负面诶，所以伊信仰怎受影响，这真多哦。包括迄个早前真侪出名诶迄个名人啊、作家，有诶是教会家庭出身诶，到尾离开上帝。所以，互伊就君子，毋是咱人诶亏力，是你爱用祈祷，互伊受上帝诶教导。这是今仔日咱这圣经诶要紧诶点伫遮。超越第三大信仰是，亲像以赛亚书54章13节，讲我要亲自教导你的人民，使因欢迎甲平安。迄个台语就是讲，你的囝儿会拢受上主的教导，你的子孙拢会平安欢迎。安尼意思是讲，咱来制造，也是讲营造迄个环境，互伊亲自互上帝来教导。士大人的教导是真要紧，无毋对，但是你安怎分别伊去经历着上帝，这点较重要。毋是用家己的办法，咱知影讲咱愈压吼，愈要求愈骂，颠倒咱的囡仔无一定要听你的。第二，的经文安尼讲，前面19章18节讲，趁儿女要年幼通教的时，应即时管教，毋通过激，就讲过头啦，递到毁灭因。白话字圣经讲，趁要望着管教家己的囝，毋过毋通过头煞甲伊害死啊！吼，即句话真有意思呢。讲你着爱亲像即个照即个囡仔的性，有诶是较硬性，有诶较软性，有诶食饱，有诶食要求，你着爱会晓管教。但是伊有一句话讲，毋通过头啦。过头你想要迄个竹你甲拗了伤紧，支去啊，煞害着伊。真侪人是因为无爱来教会，是因为讲，就士大人对我安尼，我就无爱去，我条工无爱去，互你看安尼，捌听着安尼这咱拢互相在检讨啦，毋是讲啥物人较高，因为咱无有专能的啦，毋则都爱思考这个话题。咱安怎照咱囝儿的世岁个性，互伊去经历主，经历着圣神，这是咱今仔日这上个重要的主题。第三个经节讲，教养儿童行
就爱行的路，到老就无偏离。台语圣经讲，教导囡仔行合宜的路，伊到老拢袂歪错，行合宜的路。兄弟姊妹，你让一世人陪行路无？无嘛，你爱指导方向，互伊家己讲，这条路是对的，我家己要行。后摆是你咧甲再见啊！你头前行，我袂赴行。你也互子孙家己行嘛，行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伊家己选择嘛，伊家己感觉对的路嘛。你用甲勉强的，伊讲我偏偏无爱行，你讲东我要爱西咧。这是咱教导囝儿，也是讲下一代上大的课题啦。你若讲照一个规矩，照一个模式，照安尼做就会成功，咱就无遐侪头疼艰苦的父母啊，敢毋是？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前谦卑讲主啊，我做事大人，我开力无够，求圣神亲自教导我。毋是咱先教导囝儿哦，是上帝先教导我，安怎影响我的囝儿事岁。兄弟姊妹，有迄个真清楚的故事，咧甲咱讲即款蒙福的子孙、义人的脚步即款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人可能捌伫网络看过，就是讲一个义人的脚步，子孙蒙福。美国伫18世纪一个出名的牧师叫做爱德华兹啦，吼 ，Edwards， 伊是出名的神学家，也是真够传福音讲道吼。伊讲有一天拄到一个好野人，叫做 Duke， 就是主克士，吼，有人甲翻译做主克士。伊是讲哦，这个人吼。真有钱吼，能力真好，拿来信耶稣，毋知要偌好诶。所以呢，伊就伫圣诞节，甲主克士宣讲耶稣降生的意义，讲来哦，来信耶稣哦，你一定爱恩典搁加添吼，你都物质财富拢足好啊，那信耶稣毋是搁较好吗？吼，安尼伊就是安尼足热心要甲传福音啦吼，这叫做爱德华兹吼，是出名的神学家。但是你想讲，迄个主克士安怎甲回答？即个好野人安怎甲回答？伊讲哦，你去信你的上帝啦，我一切拢我家己赚来的吼，我一世人绝对袂信上帝安尼，吼，足有自信的就对。而且吼，伊清楚讲哦，讲毋但我袂信吼，我连我子孙嘛无要信上，无要信你的上帝哦，骄傲到即个程度了。伊感觉讲。成功拢是我拍拼来的，什么人会当抵挡我？所以甲即个爱德华兹吼，安尼应该互伊安尼无面子去，安尼就对啦吼。就安尼，应该是即个爱德华兹伫伊的记录，也是伫伊日记，也是伊的册内底捌写起讲，我捌甲什么人传福音，可惜伊就安尼甲我印，伊捌安尼写，毋才会有才会话留落来吼。而且话留落按照代志过啊，一代一代过去吼。迄有个大学教授都安尼，毋是讲无聊啊，都趣味啊，讲研究家族的历史啦。伊就甲爱德华兹即个牧师，佮即个主克士，即两个家庭吼，因为美国因历史记载拢足完整，家族的历史足完整，就开始研究，研究出即个现象啦。伊讲即个爱德华兹即个牧师的家庭吼，因为有信仰的传承，因为后辈。后会受祝福，有子孙300个传道人、神学家，100个教授，吼，30个法官，60个医生，14个大学校长，3位国会议员，以及1位美国副总统。这历史都安尼100-200档传落来吼，这历史伊拢甲一个甲吹出来，甲记录起来就对啦。这个教授嘛，真趣味安尼，遐骨力去搜查这个历史，但是伊搁查，伊讲安尼，伊当初是找到一个主克士，我来研究看嘛，这主克士，伊讲无要信你的上帝，到底是安怎吼？就看伊的家族，真正安尼啦。讲这个家族吼，无信仰道德，一代不如一代。后代有310个是罗马，440位患着迄个太过病，就垃圾病啊。130位捌世间13人以上。7个犯着谋杀案，100个酒徒，60个职业的贼仔，190位是做妓女。
差不多20位做生理人。啊，这是一个事实的调查，当然应该是有迄个隐私啦，袂使伤明显吼。啊，所以无即个主客室的上啦。嘛有可能即个主客室的名是用一个代名吼，啊无讲出来，子孙就要抗议啊咧吼。但伊是要研究讲，一个有信仰传承的家族，甲一个无，啊原来即个人是生理人、好业人呢，啊靠伊的贵力所赚的钱财骄傲，但是伊讲无要信上帝，伊变做即个家族的传承是安尼。啊，即个牧师的家庭，因为伊要求着信仰的传承，伊的家族受祝福。啊，伊是要用即个事实来讲，毋是要讲什么理论啦吼。啊，事实咱台湾嘛有一个家族，就是即个高中伯的家族，高中吼，就是高俊明牧师的阿公即个家族。高俊明牧师前几冬才过身啦吼。高俊牧师的家族是台湾第一位传道人，叫做高中吼。咱讲叫高中伯啊，因为迄阵虽然有做传道人，啊，毋是有够资格做牧师啦吼。啊，伊28岁时阵来台湾，来咱台南府城吼，要找阿姐，看会当找到一个头路无吼。啊，毋过吼，可能也无资本啦，啊，开力嘛无够，所以做生意拢安尼了安尼。啊，想讲要去到迄庙啊吼，咱知影中西区一大堆庙啊，吼要去拜看会当求运道要解无安尼啦。啊，毋过无拍算讲，伫迄中间有听到人咧传番仔教，番仔教就是基督教。该传啦吼，传讲上帝是真哦，人都爱拜伊啦。上帝都找到伊啊，伊感动讲有影，我拜写神明拜到安尼也无啥物出脱啊，我要来拜上帝安尼，伊才来归信主。啊，所以是头一批伫咱台湾受洗的一个吼，而且是后来个来对宣教师啊来做传道理吼。这高中伯后来做传道人伫1868年吼，伊伫鼻头就是凤山这个所在，伫遐咧徛教会就对啦。哇，受到迄个当时吼，迄在地人哦足排斥的啊，所以来攻击即间叫做迄阵叫做鼻头教会。哇，甲伊踢去啊，规间厝踢了，啊，靠官府佫甲伊讲伊是安尼犯什物罪，啊，掠去关，佫互拍。啊，信徒受迫害，伊互关50天啦。后来是好佳哉有宣教师出面讲，人伊是替我做代志，啊你甲人黑白抓、黑白关，哪会使？啊不得已吼，清朝政府煞放人安尼呢，啊佫有赔钱的款。啊，这高俊牧师后来伊咧做见证，伊讲这高中传道吼，伊的子孙1000外人啦。啊，伫伊咧做见证时阵，差不多佫剩800个。伊是带倒位的负责人，就是带严正，咱的青少年党几礼拜前去严正教会做灵修吼，查灵营，有一个叫做朱英啦吼，带一个朱英做太太安尼。他这个话讲的意思讲，高中伯就是一个平凡搁再平凡的一个普通人嘛，吼啊都工课无顺遂啊，趁钱失败的人啊，但是伊信主哦，伊照主的教示，带一位信主的妇女，啊，然后伊子孙安怎演变？高中伯有5位囝儿，2位正做牧师，3位做医生，吼。20个查甫孙，有30位是企业家、甲工程师，5位是牧师，包括高春明牧师，有12位医生。中间有一个出名的，即个高天成，吼，是捌做过台医学院的院长，做过医学院的院长。第4代的后裔，几啊百人啊啦吼，啊，其人才济济，真做牧师、医生、教授、甲专业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伫美国。伊是做一个新国资源为基督的协会，即个高丽丽，啊，咱即个名可能咱嘛毋捌啊吼。伊高丽丽就是咱足侪兄即个读纸本标杆迄本册翻译者，伊间接吼带来一个咱台湾的迄个教会复兴的一个催生的，啊，就是高中伯的后辈。啊，伊所翻译的册啊，真做咱教会界真大的帮衬安尼。但咱要讲遮个，毋是伫
凸显讲哇，因兜偌好，是咧分析讲高中伯啊，对登山来吼，人讲像咧罗汉脚安尼啊，就干那伊接受主，然后欢喜军队主，伊带的负责人嘛是一个普通的严情的查某囡仔，但是上帝恩典甲祝福倒来，子孙是有即款，咱会使讲顶落教会大家族中间是高级牧师的家族，兄弟姊妹，我咧讲。有时咱会感觉讲我的囝儿4岁，也是我的亲人吼，咱会无要像我安尼遐虔诚信主，咱毋通有即款的自责感，咱爱赶紧甲主讲主啊，我求你，互我会当照你的话，互我的上疼的亲人来互上帝所来指导，这是咱会当做的，就是营造迄个环境，用家己的行为来做见证，毋是用你的。权力甲威逼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咱要努力，甲拄则咱讲台湾教会的迄个俗语吼，甲改变，改变做甚物呢？咱改变做这吼，咱大家来努力拍拼，吼，咱一句一句对牧师来读好无？咱新的信仰宣言，好来一代清，二代明，三代认真读圣经。4代儿子圣神大运行，5代兴起教会大复兴。咱要拍破迄个好业袂过3代迄款旧语啦。咱知影讲洛克菲勒美国迄个较早上好业的，伊安怎甲伊的信仰传互伊的囝儿？伊咧写批互伊囝儿，毋来教伊安怎趁钱啦，伊是教伊安怎信主。我嘛讲兄弟姊妹，咱大家有一个属灵的氛围，就是讲，我要安怎互我的子孙活伫上帝恩典的道路，讲一生拢无偏差，这是咱每一个做父母上大的期待，敢毋是？你毋若是要互伊伫事业、伫工作成功，你是爱伫信仰来成功。安尼，伊一生就行伫你放心的道路，无搁偏差的道路。感谢主，愿上帝的祝福，这个永续的信仰传承，拢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咱即时要来吟圣诗，准备也要来进行咱的这个中保大道的车牌吼。首圣诗伫咱周报内底有，咱也伫这个导影吼，心目主坚固吼，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吼，第1节甲第4节吟的中间，咱第1场礼拜，你有报名要